哎呀哎呀，各位听众，各位欢迎拢都来收听，并且福建的节目，真正欢喜啊！欢迎拢来参加。啊，怎么睇第一個？別真歡喜人來參加，並且福建節目。這個禮拜呢，我就係新嘅特別嘉賓喎，所以我特別介紹就係讓看見這往貴勁棒摩帶啊！哎呦，哎呀，等我變成嗰時到底。人嘅面對面啊，點解我冇帶呢？我冇帶，但我鎖我面啫，我鎖去正等。哎呦，死人都鎖下，sorry，我 professional 嚟呀，這裡。OK，鎖掉。我看到啊喎，我看到489啊。Hello。แล้ว即係讓看到㗎啦，正天講佢做乜？佢一個人嚟，真嘅。個線個嘅住啦，個嘅住人嚟，哇！冇大人特別攞開內班啊！當自己為他早起班，就為他下晡班，我講。我下晡班。誒，他聽咗他下晡班只線嘅下晡班，然後梗係不當 steam 嘅咋下晡班。白你他佢佢講換咧。調本，早起佢講換啦，是講你已經過去一半，佢就去等隻杜蘭。OK，嚟介紹嘅特別嘉賓，即係特別嘉賓，這個禮拜咧就係我看一個講起啦嚇，到底頂面嘅一個就是。我同晒你講 refer to 當處先。嚇？我係計嗰啲計冇上嘅嗎？係啦，唔緊要，我講啊，豆嘅，歡迎豆嘅。Hello。豆嘅，我是我 producer，特別冇咩做工最近。講咯，我淨係愛過包天天呀。哈，你愛過，係咪你愛過包菜啊？包天天。OK，แล้วต่อแกแล้ว講你不來過你食嘅鬼性แล้วก็有過去攞嘅，就是想緊跳直接衝，跳直接衝過去我哋都係你我哋都。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我哋都落嚟一啲，就是後雕阿龍，歡迎後雕阿龍。大家好。แล้วก็過去都直接從過去都超餅阿龍嘅都是，即係都超餅啊，真係超餅，我唔知嗰時諗誇張咗都是backup 嘅 producer 489歡迎。大家好，489です。489個佢哋笑應啊，แล้วก็有跳過去邊老椒英國調歡迎。Hello， 大家好。แล้ว老椒一啲是卡車線。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卡車線過去跳過去邊就是青蛙到另一啲嘅อาหาร。無情沙煲，馬仔。我沒看到，剛才看到你頭鋪了呢。我是隻頭。看到你頭鋪，你 camera 壓 hello 啦麼？咩？因為我用 iPad 嘅數，我冇物件，冇物件貴。伊無靠山，我真係慘。喂 ，iPad 人靈龜就要咯。人面沙人靈龜就。人靈龜。有就好。我一拎嘅咧，就清掉一拎上去。你上邊是老人啊，老玻璃、菜玻璃啊咧，佢哋拖啊，個頭整嘅死 iPad 啦。แล้วก็ก็即係老椒半鹹甜，歡迎半鹹甜。Hello。好。哇！那半鹹甜那水啊，叫你個青沙丘呢個開一坑啊。個冇人知咯。冇啦，乜啊？真係個冇人知啊，實際去只攞物件。伊冇人知，或者你自己做了，北嚟做了，水準長。水準啊！แล้วก็等陣當你會介紹到無，但我無講啲咧，當佢乜集，按照我開個 view，等我 try 看，即係話個 view 會看個人change layout， 伊可以較快哦，別啊，即係得快喎。但係一頭係12人。哎呀，較快個，我看較快個這人個這，แล้วก็等陣我邊個塔就對你卡車線呢邊嘅。แล้ว頂面個轉眼話，我瞧你啲就是叫無效應叫就一彎。
14 point。 OK，来个介绍，丁面教獎，哎呀教獎，我來啊，John，我來。你是裝，古靈智。哦古靈智，哦，我啲有見啦，坤。哦 OK， OK。見哪坤，哎唔是，阿三laksa，見哪，阿三laksa，歡迎阿三laksa，頭一擺來啊，呀，咁樣然後啊哦，OK，我俾這spotlight 呢隻邊呢，阿三laksa 頭一擺來邊嚟學見啊。我每日我特擺頭一擺來誒嘅邊我就俾梅，同埋烘梅啫咯。烘梅你頭一擺聽到邊啲學件是幾時？我agak si Kuni, I think. 啊，講講你聽。無人講我聽，我感覺好啲 YouTube 吹物件，我愛吹唐人戲。我拍咧唐人嘅 Mandarin 嘅拼音，然後亂咗拍，然後我拍到啲福建嘅物件，我嘛佢哦，哇，好聊啊，好聊咯，狗。อันนี้เขาหอยบอกชินชัยว่านั่นสกัด YouTube ตัวจะยาวกินจ้าแล้วก็ช่วยจะซีนในที่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เป็นเรื่องหนึ่งก็จะตัวสิ講รู้ตัวที่ตองกินตัวที่ตลอด我當見過 Canada 哦你กับพ่อจำเป็นเสียงอุ้ยว่ะ我ตัว Waterloo 誒，我咪多，誒就哇，佢哋個真正要啊是，我ตัว West End 我多 Kitchener Waterloo border。Kitchener 咪是嘅咧？ Yeah. 哦，實多啊，實多啊。Because why a true 啲係咧 Kitchener 嘅 Waterloo 邊啊？我border แล้วอุทานซี election ว่าสิ vote for Kitchener อุทานซี election ว่าสิ vote for Waterloo ควายหลังอันชัว boundary ล่ะ哦頭一刀對掉佢哋無人ต่อจะเป็นไงมาเลเซียก็แล้วก็是ต่อ Toronto 呀ว่าโบราณกับว่า practice ว่า Hokkien ว่าแล้วว่าชอบเบลก้องขี่รู้ใจอ่า誒同件事你阿講論我報嘅你話報嘅你啦，你是參加2個月10個月啦，你嚟參加落音啊，我報嘅你學嘅話就係出嘅成日鬧晒事，撲出來㗎啦。我肯 call 了 because 我 husband 我講啦，嗱是講你幫嘅事啊，你冇幫到你細漢講嘅話，你都是別記了，แล้ว我當幫啊個了啊。是講阿莫話，แล้วว่า對處嘅事啊，我未曉講啊，แล้ว人常講我裝咯就係，แล้ว我講แล้ว你話人佢常講我 maybe 我是 retarded 啊是 something 啊你講就係，แล้ว我咪就歹勢咯，唔要緊，邊度叫人教你博士教，我都未曉講。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ตะก็บ่ไม่รู้ตอนที่เป็นรู้ตัวเป็นนั่ง嘅事啦รู้ตัวที่ตัดกะ我ตัวไอตามที่เลยจงเล้งในตู้บินอ๋อว่าต่อ Kampung Baru Kampung Baru 啦ฮะ唔係我是特登跟人講我ตัวตู้จงเล้งตู้บินฮะจงเล้งทั้งว่ามันสิว่ามันสิหาจงตู้หาซิงมาจงเล้งหาซิงมา所以我知到啲一格我知啦，แล้วสักเองเนาะสักเองตัวเป็นเลยบัสแตนนะเป็นฮ่าไอ้หัวก้อนแถวบัสแตนคันนี้รู้ไหมว่ากับลูกก้อนบัสแตนเนี่ยก็สูแล้ว他俾我發成數據แล้วก็ช่องดีอ่ะ唔是ช่องดี我就冇唔是伊通地人。頂到我本來水冇人沖電話誒。OK，來報告不，兩個 OK， so แล้วso OK， 咱講啦，OK， 個白嚟嘅話，邊會白嚟先招人來，喺岸邊，白嚟先招誒，怎麼走去誒？啊，冇林，你名咩？在林咩 ？Hello，我是小東。
索當歡迎索當，索當頭一擺嚟參加邊啲學健少？對，頭一擺。長輩嚟，梗興奮嘅，興奮。嗱，你看16歲，或者你對佢你學歌嘅時啊，你去買物件時，哇！睇到你真好真興奮咯，佢人講啊。呀，哎，我了叫，我等人話佢了是食嘅物件呢。แล้วก็ตั้งแต่สตองแล้วว่าไปรู้สิ頭一擺聽到邊個件事幾時？幾年整嘅咯，講介紹聽，頭雕咯，頭雕介紹聽。แล้วรู้ต่อ當金ต่อ一個。啲檳榔。เป็นไงอ่ะไอตำโอ้ไอตำแล้วมาสิใจสำลักซะต่อตลอด咯เราไอตำล้ำบะกินจัดด้วยกันแล้วใช่ไหมไอตำ冇講自己死แล้วก็ต้องมีการนั้นต่อไปหมวย細漢嘅時本大病啊接落嚟多少少接落嚟多下病啊嗰個沙沙只伊厝嗰邊嘅路名真特別嘅。咦，係咪數俾？實講啊，講下人仔啲數得咯。Zurich。伊是김少輝咯。김少輝哦。OK， 感謝作當，แล้ว當見我嗰個就是什麼就是新椒哈官嚟。如果冇名咩 ？Hello， 你識叫我叫你係名咩？阿管。請官阿官啊！阿官係咩數？官。我係蛇。哦，特別會花名咧，講成啊，但係我叫索當啊，叫咪姑啊，叫後雕啊，叫人可能係咩咧？花名。嚇。其實叫伊古尼哦。古尼爹啊！古尼，都好多想，我好多想法性，好多機會想啊！after 咱講話拍曲啫，嚇，你就是想唔到，你就變古尼爹啊！แล้ว你我問你當見得咯？我當見啲檳榔啊，我帶你18站。18站地擊。我老公話18站係咩數？18站是日落檔。我出名。apartment 嚇，在人叫18站呢。OK。แล้ว你18站你到第幾站？10我管穩咯。แล้ว我所以按照隨便邊啲學嘅呢？有早教校長啲上位做工嘅時介紹我咯。哦，迄代啊！伊當然甲所當路人白白做福建嘅 YouTuber， 你都唔知啊？你唔知哦，係一個哦。攞嚟普吉邊啫咧。哦。YouTube 出咧叫做普吉邊咯。介紹者。是普吉邊咯。我就介紹者普吉邊。肯定會幫梅朗姐啊，肯定。OK， 所以人看到你 YouTube 隨時隨PUKIBINZ 啊。三你啫。哇，真係 Z 冇搞，嗰度三 Z 啊。Puki 殺得 Puki 邊啫啊。OK， 明白啊，仔啊。OK， แล้วก็ตั้งแต่ก็จะตั้งแต่แล้วอาจจะช่วยเป็นได้ฮักกันแล้วลูกสตูต่อเป็นนั่งก็ล่ะแล้วมาสิจะว่าอย่างอุ้ยไอตามอ่ะฮะ咩？我在吉樂檔。吉樂檔是得咯，而家我想下，你知我 geography 就差，吉樂檔是得咯。KUSM 咯。哦，我係買錯啊。搭巴星。多到啦，我
我嘛是唔知得啦，得啦。 Para Road 都係喎 Para Road 嚇， ，Para Road 冇咩記未記？林懷義，啊，林懷儀我知。那可以，對。哦，林懷儀嘅會 OK。我係明。嗱，我成日你阿嬸垃圾講你啦，林懷儀你就我知咩事呢？我就是嗰隻你伊頓嘅會交杯。啊，講試下要仔啊！英國地個麼？嗬，你一等已經。喲，我是個隻會交杯，我是個隻紅菇。喲，我搭過節我冇摸過嘅，然後。第一個一隻新椒個，一隻新椒個就是咱嘅香港人來呀，香港人到底香港嘅咩名？花名咩名？花名八角。嚇，八角？八角，嚟自八角汁啊！PM 八角汁，自八角汁。應該八角汁 CM。我咪真只管，自八角汁 CM 咪真只管。是啊，我未怪你出頂，特別做較滾，但冇你橋出嚟浪就出頂。出頂嘛，八九汁。一隻八九汁 CCM 啊！哇！是啊，哇！我買後我你未使減八九啊！你特別一百九十四啊！我叫你一百九十四。八九是109嘛？咪咩？嚇，八九係咩109嘛？咪先咩？哦，190啦，八九。109是109。109，嗰時109。啊！所以你個人個人學你累，學你89是學你195，唔是學你109，你唔少錯累咗。誒，特別這個要基本的，其實嚇。有的人，我細陣時我知道，我們成日 confuse 叫八九是到底是109是八九是190，當人聽到哈博士先生個人講後調啊，唔是博士先生後調個人講八九是190啊，特別咱新的特別嘅邊咧唔止是190，是194啊！誒，190是真貴咗喲，190是。呢隻貴我都佢揸人嘅呢隻貴嘅。How many feet? Inches is 6.2 or 6.3. 哦，哇，完咯。 6.07 feet 是 almost 六半，六七啊！哇，真係滾咯！7啊！啲都得慣啦，準。actually 我俾叫路卡。路卡是你講，路卡是人，路卡你捌聽過哦？路卡板，路卡板，路卡就是玩嘅人叫路卡咯。嚇，你咪聽過啊？假關是假路卡。哦，路卡。我知。路卡台灣人唔講嘅，台灣人唔講路卡，唔講嘅。我唔知點解。八九。路卡板。194嘅路卡，路卡一條啊，就俾佢叫路卡，89路卡，或者一名路，特別我未記每淡仔一間話名咩名喎？古尼地喂話名。我笑冇啦，古尼地啊 ，OK 啊。OK，牙殼頭咯，呢是牙殼頭咧。我叫牙殼頭。呢是牙殼頭啦，各位牙殼頭嚟。係啦，牙殼頭咩？你個是講古尼地啊，牙殼頭。點猜？猜啊！誒，未使青菜咯，只叫就是掉咯咯。誒，咱冇古尼地咩？我記得有一叫古尼地啊。成日有啊。特別咱冇牙殼頭，咱冇牙殼頭。牙殼頭啦，牙殼頭我個用嘅記，我看你邊我就會知。牙殼頭，你知啦，不記邊就記啊我。我細漢嗰時有一個老師叫我鄧布龍嘅。哦，鄧布龍。阿龍喺福建話使叫鄧布龍嘛？鄧布龍，你係自己想話那試下鄧布龍。好，鄧布龍。換了我。啊。換了我來了。是啊，了 OK， 我介紹個了未啊？嗰個 Q 就啫。啊 ，Q 是成個是古靈字。古靈字嗰個未使開面有見得困。有關係咩？唔知。我了無對 logic 就。我咪是了無掉，等我把辦我面到啲 Q 嘅對面，等我到啲 YouTube。
แล้วOK 啦，咱嚟拍嗰一禮拜，咱咪講尺，我咪講看尺啦，我佢咧暗望望看未到。哈，古靈之歡迎老椒到啲澳洲。Melbourne 福建話有名嚇，苗邊。依個古晉 Sister City 都就係苗邊嘅古晉。唔啱啊！苗邊。有名都亂做講嘅。邊啲福建嘅嘢，聽咗就是掉了誒。邊啲福建有聽到就是掉誒。聽到都有混了。然後即禮拜咧，我咪講就是講看冊咯。我哋講到看冊時啦，我哋想到這話題時候，我有甲阿龍講過，講咪冊嘛，阿龍講買冊，特別我哋想講買冊，但我哋想講看冊加讀冊之內字無相嘅意思。讀冊呢是 study 啦，看冊是 reading 啊。所以成日 read 成日錄讀是成日看冊是看爽，然後讀冊是要讀到要學到物件讀誒，嗰時讀冊對唔對啦？我哋講講話我本哦。無半日嚟看，就是我聽到你講看冊，我後面屬於無講讀冊。哦哈！看冊是成個看小影嘅，我看小影，我未好讀字嘅人，我看冊嘅，我未好讀字嘅人，所以我看小影嘅，成個讀報紙看小影嘅。特別我那是叫讀嘢呢是讀冊，讀冊。哦，所以人家講你看報紙，你唔是讀報紙，看報紙。看報紙，我是話實條，你看如我俾咱係講話咯，我是話實條看冊嗬，是看報紙看冊是你無想講你調啲要去學物件，然後你去讀伊，你去讀伊啦。所以成個人講 study 嘅時候，你 study 你咪 study 成日你去研究，但冇俾 study 卡學物件啦。因為你成日看爽呢，成日看故事冊啊，看報紙啊，然後 OK 啦，OK 啦，你咪半日嚟看半時 OK 啦。誒唔是我半對路啦，我對路啦，我特別變咧，人是 authority 你咪變咧學勁講是誒，講是就是誒，對冇人 claim 啊，冇人 claim。我father 早我讀冊時啊，我聽人講看冊，我嘛講看冊咯。特別我 father 講唔是，你看冊是 leisure， 你讀冊是你愛 retain。對。我講你看冊啊，你實在是你看爽嘅就你，because 我想我講看冊，我媽都無亂我了嘛。然後嘛講你講我看冊咯，特別我 father 講你看冊是看爽嘅。你讀冊是讀了 like retaining， 對啦，你特別講去學堂咧是讀冊誒，唔是看冊。去學堂，所以讀冊人是 educated 嘅人是讀冊人嘛，唔是看冊人嘛。我無看過冊，伊無看過冊，就是講伊平常時無 reading 嘅，伊無看過冊，特別伊無讀過冊就無相講話咯。伊無讀過冊是伊無去過學堂。誒阿學點啊？你邊隻去個洞都冇你 friend。Because 我買啲邊啊？你邊有拖你買嚟咧個洞咧？誒你話當 split screen 啊，未看到你嚇？你那是到邊啊 split screen 我看未到。誒好本啊 ，OK， 所以當今咱講看冊，我學阿龍實去咯，阿龍你見看冊人，見買冊，見看冊，所以咪每路看。看冊，個冊啦，咪講看冊啦，講緊係冊啦。對路是安怎看嘅物件？平常時我是suka買冊，但係無代表我買了冊100%看得了嘅。我只suka買冊，但係唔是講100%看得了。哇！這冊唔係，這冊唔係。好的，我只交排款咯。我唔想嚟做。我suka 比冊比賽，我真suka冊，想嚟拍嘢。我若是講啲平時我啲韓國咧，韓國有真濟冊店本咧，伊有一間真正大間嘅。我總是若是平常時真 stress 無歡喜嘅時咧，我就去冊店咧。去一間冊店叫我公司附近嘅，我去一間冊店，我就即去，我比到冊比賽，我人就真歡喜嘅。去一間伊冊比，係咧樣嘅冊股真水。
我就是甲幫呀車去 hand 內 hand 幫啫，然後先呢還是 second hand 嚟？先，隔了哦，先。先嚟車啦。我可能看我嘅車。你家好比抓子，我是這是改咯。抓子家好比鬼車。我甲你講啦，我嘅車咧可是甲你按包嘅。哦，啊，對，是哇，mint condition 嚟啊！我係嗰時 mint condition 嘅，我係甲你貴度，甲你一齊本時按包嘅。韓國嘛，真係貴裏邊嘅咩更加去你車嘅。我冇夾㗎了咯，我近日有我樹有嘅車。我近日有我樹有嘅車，我冇夾㗎了嘅咧。我所以我邊間股錢有這本車包掉水水係啲賭裏邊個嘅。所以我有陣時，因為我嚟講韓國咧，有陣時我讀呢個車啊，我賣出去咯，世界係賣到半幾，係啦，睇到對淡薄累。我賣出去點先咧？嗬，我寫填 form 嘅點先，我本講我車嗰時 mint condition 嘅。因為我就我嚟 receipt 本字嘅裏面少少有當時咯，唔是講隔了有當時。哦。所以俾我車人就好明顯，我車嗰水水先先嘅。你做咩事會暑假就車呢？你是細漢時期哦。我係白講過一句話，真有意思嘅，真有道理我感覺。因為我細漢陣時啊，本時生囡仔咯，冇咩愛讀冊，然後冇咩愛看冊，然後伊去買老夫子互我看咗。然後我爸度解亂咗咗，講去買迄個冊互囡仔看做咩？然後我爸就講一句話真有道理嘅，伊講你愛互囡仔暑假看冊先，伊家會曉讀冊；你愛互伊看蝦米冊，就是伊愛看蝦米冊，你就俾蝦米冊互伊看。哦。伊特別暑假冊先，伊無暑假冊咧嗬，伊是永遠無可能會曉讀冊。明白有道理，真有道理。你都冇興趣啊？什麼冊對你都冇咩阿啥，係變咗你冇。對啊，你就看到冊，你都杜爛咧，你唔對是冇先讀冊嘛？誒，我就暑假看冊本，你真係特別其實係我嘅問題係咩？我暑假冊本，特別我冇暑假看冊。冇暑假讀冊，現在我本段冇本啊淡薄，特別我是因為我垃圾啦，我冇老官教我講啦，我垃圾我有淡薄 either 是 dyslexic 咧，還是ADD 嗰度，所以我看冊是啊，我不照我係我被成日講直插呢，一直走去別位咋，所以我讀冊嘅時候，我學讀冊時啊，我特別用 highlighter 加特別用笑，係掉一字一抓，我讀一抓落一抓，那嘢一件呢，所以我特別真正focus 加真正 concentrate 咗，我嘅 focus concentrate 學嘅話。我特別只用心，係啊，就咩專心，我只係專心，住講嘅呀，啊，點卡車線啊，我睇，佢睇見啊，不可能是路卡，唔知啊，是哇，是卡車線，然後我看一粒字呢，我特別其他，所以我係拉沙淡薄逼切咯，但係變咗我冇爽去到就變咗看車啊。อันนั้นเป็น ADD เสียใจไปเตรียมมาแน่ละ看來看去我唔係照直走去成啊，伊未講 focus 就一個位係咯。因為我特別讀冊啊，我特別看冊，我特別一刀嘅咋，我特別讀成一個 line， 我特別讀就一刀嘅。有啲物件，若是講我較會 focus 嘅物件咧，就是有當時上個講我，若是講我有。就講我俾吹一項 topic 啦 subject 啦，我俾吹佢安怎做咩物件，我去讀安嗰陣時，我都較會對。就講我俾載 some information 咧嚇，我去讀嘅時我都較會對。但是講我冇，我是成個講平常時間咧，咁嚟看錢，可能我咪就直拍走去別位咋。阿 John 都不用我把鏡去讀冊冇？我把鏡嚇，我把鏡，有食嘅較好。有食嘅較好食，攬咩食嘅先？攬咩食？當金少會哦，老人一個會哦。冇啦，我本條平人有dyslexia嘅，然後有dyslexia，特別一稱即係有食嘅物件啦。我想攬咩食嘅是車食我唔知。伊冇有啲會曉讀冊了。哦，伊一本咧。我捌看過，可是我捌真濟迄個 professional 啊。แล้วเขา講อีลูก特別去 class แล้วอีหลังก็ไอ้看特別俾พ่อท้องไอ้สิ
lamana tampo chen violet ไอ้สิ lamana สิกับ fish color ว่าผมตัดง่ายคืออุ่นง่ายว่าผมตัดว่าไป research แล้วไป research แล้ว这个是成个讲老了人本会啊是囡仔那个唔是路白椒所以白椒咧唔是但係抓所以那是路特到快抓是白色嘅咧路特別用這個 color那是我用 iPad 還是 iPhone 看我係換我 screen color 去合併咁嚟呀paper white 咯換去白色咯這類是有影啦 because 囡仔去學堂未讀冊啊แล้ว有人就是บัดจากกินน้าแล้วก็อบที่ไหล咯我俾佢 try 啊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แล้วเป็นโจอันนั้นเขาว่าเป็นโจบีทับแท็กกี่ตัวแล้วเราปะหลังจุด本是當講看咱就是買冊先買冊我怎麼阿龍講買冊一本冊嘛個จุด兩個哇บุกหอเด้อว่าสิตัดเลยไปที่ library ตัวว่าสิเลย library ถังเลย哎呦我嗰陣時我冇去 borrow แล้วว่าที่อดตั้งไงสิว่าตัด到是 librarian because ลูก librarian ลูกใส่บอร์ดลูกใส่จดคำแล้วว่าสิโบเบ้ว่ากันแล้วสิ library ว่าสิแล้วว่าลุยพูดสิคี library 你是 library 學嘅，話你睇到這隻，你暑假係咪見看冊？你我咪人阿個看冊，你是暑假你隻看，還是跟人買冊？無 library 人是看冊人，你隻就是看冊人。所以咪你啦，即阿三六三，你看冊，你阿個成個講，你看冊speed 啦，我就講個學嘅嘛 ，speed 是速度，ทำไปต่อ速度，你看冊速度是落快咧，你成個看一本冊啊，個快就快了，加快關事啊，啲你咪就掃飄，就是我當今就是我過期麼啊？แล้วว่าบักจิวก็ว่าเขาขับบูเสียงแล้วแต่ส่วนเช่นควา YouTube because ว่าตรงที่ว่าบักจิวขังข้อความอีกโอเค他们是如不就 chemotherapy 條你講呀我就 lymphoma รู้ใจรู้จบรู้ขีด chemo ไอ้สิอีหลังก็รู้ chemo fog มาแต่ที่เขาเรียก chemo fog เพราะว่าสิ long term แต่so แล้ว because of ว่ากังว่ากำกะว่าเบว่าหลงซินเบเขาว่าที่โจกังเราสิก้องว่าจะบุทันจะหาว่าตัวเองโจกังแต่สิว่ากังกะว่าเมนคิดโจกังว่าโอเคแล้วว่ามาสิกักเมนโจกังเอ็นรู้ราซารู้สังกัดก็รู้เบหอเการู้จะ8%นะคนน่ะเดี๋ยว because ว่าคือมีแค่รุ่นน่ะสิโจชัวแค่ขังข้อOK，你使甲我講，你定到做講啥物？我是 financial advisor。OK，你嘛計講8-9變109元係呐？係你又計？我諗做 advisor 嘅人袂使用啊，可能話你特別真正用正對 ，because 你若是學話，你做 lawsuit 嘅，所以我諗袂使。講咧，本講呀，講咧本就 because 你只有陣時人講我聽到，你別解 argue 啫。I mean recommendation 你是講啦，特別你 present 嘅時就愛有 black and white，我特都是按樣做啦。OK， 明白。แล้วลูกรักษาเดียวสังกัดลูก miss ลูกสังกัดความแฉะนะฮะเนาะอาศัยลูก leisurely ลูก still มุ่งความก็เบบน่ะว่าเบเลยฮามี tablet 啦ฮามี laser จะ做工時本 laser surgery 本做腦刀了即係呢 Kindle 有幫助呀本是 because 我目睭看冊真假辣
哦，你做路就感覺點做你目睭只穿只酸還是安怎？還是做你腦只大嘅？呀，像個講翻咯，你自然咧跳來跳去跳來，แล้ว你目睭正坎坷，แล้ว目睭正大。即係 effort 你幫到你啊，殺掉你幫只只。แล้ว我聽 audiobook 嗰當見，就是當แล้ว audiobook 看正濟了，就是 podcast because 我接落來啊是看冊人嚟咗，所以我看冊啊，真正坎坷。即係你話殺掉成個講聽，成個人聽聲啦，聽 audiobook 啊，是 podcast 上面，係你家邊家成個看冊，一邊是完全像啦，特別有差唔多像嘅，係一種嘅感覺。無像你看冊啊，你suka，若是你suka 一個 passage 啊，你會使看一道。哦，你別成個 replay。呀，對，無像。真無像呀。แล้วลูกค้าแทนน่ะสิลูกค้าแล้วอ่ะลูกเฮเลก็สูอ่ะเฮเล plot อ่ะบ่เสียงอ่ะลูกใส่เฮียนลูกเฮียนนี่สิลูกปุ่นซ่องรู้จักอ๋ออย่า so ลูกจะเบทันค้าแทอ่ะว่า感覺เนี่ยจริงจังขังเขาอ๋อลูกดอกกูอ่ะลูกดอกกู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เบค้าแทว่าจีคงสีก็ต้องกินมั้ง哦哇，16年。呀，你空時間當見麼？我 try 真正濟物件，laptop 係咪隔了本換 ，because Mac 嗰啲會類換 fonts 嘛。所以動我是用 fonts 呀。特別係 help 啦，你換你 font 係 help 喎，未本。我用嗰 fonts 呀，大嚟咯。哦。我講嘅是，你我 employer 本後我頭嘅時，我會。希望是就 start 了就 I think 我是有數了，特別你有可能隨便啲，我是蝦米大隻。蝦米你要個蝦米數咗？我係看病啊，係看病特別隨便啲咯。然後你公司啊，公司。我係 monitor 啊是27寸嘅。哦。27寸。幫大咯。because 我規日是看 research paper 啦 ，spreadsheet 嘛 ，number。哦。你空啊呢？要明咩啊？呀，真正坎坷。哦，明白。แล้วทำไมไม่รู้มีอาหารทำไมไม่รู้จังมีแก你講看所以別記啊老毛啊話下掉你有看到你當今隻來講嘅時候你學嘅話成個出個順咧已經咁你頭整啊咁但係你隻來時個當今你隻講個數時就成個老細啊啪出嚟嘅了啊個清嘢啊冇掉塌了我講那是我有陣時是自己啲出啲安尼款 practice 自己講話啦 because 我做就是我等陣你唔是不要講緊話啦別㗎伊唔知舊年都30幾年啊別本別伊是 dyslexia 我昂是 dyslexia that's why 我知你哦明白我其實我個暑假讀冊啦我個暑假看冊啦你我會記我有當時那時我逼我自己看冊時我會記幾本冊我讀嘅啦我會記我讀嘅冊係到底我讀嘅 Silence of the Lambs 哦到底我是看冊讀嘅 Silence of the Lambs 我會記下伊個我係讀冊 experience 到底吉隆坡我坐火車係出到底吉隆坡是 Silence of the Lambs Jurassic Park 佢日本我讀了時候我到底火車就 Apple 吉隆坡坐去對去即係北海嘛 Butterworth 然後你就一回車嘛拿來拿暗然後我讀嘅 Silence of the Lambs 拿來拿我變咗拿來拿驚去啦所以貴咧迄個經驗㗎了我是真係暑假迄個經驗講唔是伊個唔是成個講你看到成個你看戲是 visually 你會記掉你 memory 的伊個 visual memory 是無 physical 的你almost 成個 experience 呢成個你捌見只到底較朋友經驗過你咋是唔是 so 我是愛看冊嘅人特別我是話我未去看我真正穿啊看啊所以我當尾 try 去貼話咧我目鏡你清我目鏡有色嘅目鏡看下
actually 看起来甲听係你係咪電車audio book 無相嘅，如果是用無相類腦無相嘅 sensory， 對，你看起來 is more active， 類腦有 engage 嘅車 ，because it is physical 嘅嘛，然後你 mental 你想一直講了係咪係你車，然後你現來現去，你家己寫 create， 你 control pace， 呢個快。但係你 create 家己世界咋？對，嚇你小樣就無啥，你成日你成日看冊，แล้ว你記嘅物件嚇，甲你看戲，甲你聽，聽 actually 對我嚟講較晏咯，佢看戲。看戲就無啥看戲是真正 visual， maybe 我是只 visual 嘅人啊，我會記伊樣講啊個啦。Pookie Beans 啊。Yes， 我看到樣佢攞 Pookie Beans， 我看到不打對邊咧學件事，我做咗 cafe 啊。Pookie Beans。OK， 來，個就一人跟睇跟看冊，跟讀冊邊跟買冊。哦，冇，我但係我冇學類嘅400㗎。哦，等陣，一人，等這裡聲，auditor。哦，我係除一啲就係切，我俾咧是講到俾是我愛讀，咁我 end up 冇讀。特別你สุกัด啦。habit 我就係，即係你是สุกัด切，較濟貴你สุกัด看切，對唔對？如果是呢個時候 OK， 我 set aside 一個time俾人睇，嗰時。嗰陣時，佢對人咧是就擺出來，擺水，但係我冇同意。小水啊！太死啊！你俾咪赤位仔？係咪唔記得？係咪赤你俾？參啦，OK，because 有時就。You know, I was compared with like Great American Classics lah, Kill a Mockingbird lah, Ernest Hemingway แล้ว就เลยTruman Capote, you know all that ไม่是要 suppose ก็ไม่ทันไม่是ก็ไม่หมดแล้ว有時biography 我冇comparedแล้วเดี๋ยวว่าจะ quite interested was kind of topic which is pre-war Malaysia, you know, Second World War, Japanese occupation, that kind of that era. 你第啲是解咗你這本劇鄧端英啊？係我啦，係啦，英是英國將嘅好朋友嚟。你是邊咧學嘅？你聽講個不，台北嘅邊你成日帶名有咩下講鬼嘅事？我啲 chat 嘅意聽啊，我啲 chat 嘅意聽啊。係啦，chat 應該叫佢嚟呵，鄧端英。叫佢嚟啦！世界，我人係國寶。國寶嚟嚇，我都會伊嘅，我都會家人嘅。是啊，更出嘢咯。我是講泡影。Hello， my hi。你是講 pre-war 嘅車啊 ，Running Man 你講嘅車嘛，好看。段英之聽你人就係冇。你叫佢嚟啦，係啦，叫佢嚟啦。一個係講試車，你試車個步程嘅經驗啊喎。叫佢嚟咯，我聽你講話。呢本是拍住咗隻車喎。嚇！而家揾到人白白拍住咗隻。你想看啦，是講你會試車人，你冇可能冇讀車啫啫。你冇看咗隻車人，你特別看咗隻車人，你梗係試車。你等叫我試車，我試嚟成㗎。開 white screen hello。Tell them I say hello. No, said no. We want to say hello to you in person. 你講 don't shy 啊？你講 don't shy。免 shy 啦，那幾人呢？我講啦，10幾人呢。家家一個往 network 咧，把到往一個屬於佢嘅嚟試下個咯喎。哇！你咪知，你咪做我嗰啲 character 呀？哦，一寫幾個數。一個笑個就一笑就變見笑。見笑，免見笑啦，特別是幾好看頭三頭殼。
汪冇見時候，呢邊講過啦，係啦，聽到咯赤糖做埋啊，做講呢個做埋啊，赤糖你對面偷實偷考，你去哪揾看裏邊嘅咩？講你寫冊經驗係安怎？你安怎看？你就成日講 inspire 你啊，你就細漢，你看咧隻冊啊，定當細漢嘅時候，你是啱學梅啊，肯定一定會 go through 這個中國人講。我俾每看咧，即係即係赤糖，近磅啊，赤糖有那個 medium 喎，那個赤糖我每看，你是看就有看到蝦米赤啦，還是安怎方向會有興趣去寫下一點聲嘅迄個 period 嘅赤 ？Yes， 我無清楚嚟講，無清山，我只要再看安怎，你知唔知我 mother-in-law 啊？我唔知得段英嘅即赤糖嘅時候，我 mother-in-law 就甲我講，我當然睇咗一本冊上面係咪？甲我講幾嗱幾嗱你甲我講，你係貴啊嗬？唔知一兩年嘅時候，我覺聽到這邊學人講起時個時候，哦，原來我即100嘅即 author 嘅，所以但是講到嚟比較，我頭你嘅都係 mother-in-law 一隻識嘅。แล้วสมมติไปใจก็อันจ้าอู้ถ้าไม่มีการ spark อีinterest qui寫下嚟點先 because 我ใจ我係講你聽啦，依個我是諾人是 inspired by Somerset Maugham 咩啦？哦，人讀一隻 Somerset Maugham 嘅本寫下嘅事，影響到了咯。哦，it vibe when you're a bit like that。แล้วก็คนนึงสิตอนที่เป็นนักตัวหันในสุบุ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เป็นเจ้าลูกว่าใจว่าใส่อีปุ่นสิพอช็อตตอนมีขีดจุงเล้งมาขีดจุงเล้งโอเคขีดจุงเล้ง嘅บ่อย嚟嘛哦แล้ว就是那當然唔有這裡有你厲害有你想玩呢有你是成個斷影子成個斷影寫冊有你是想玩呢拜六公笑話你想啊？我人嘅冊特別成日看到攞係 spectrum 嘛，仲零下4 spectrum 只快喎，有你是寫冊佢彈只隻話嚟喎，有你是拜六公臭啊，然後對，時間啦，人條命呢嘛，做只人歡喜，讀冊人歡喜，แล้ว你冇讀冊人冇歡喜咯，我做你冇讀冊人歡喜啦，感謝各位就係睇人拜再見多。哎呦，有個OK，講到啲讀冊，我會在住淡媽我哋都講啊嘛，489。我古早細漢時 suka 睇 encyclopedia 加動物。我冇有哈。有加動物嘅關係。我動物關係冊嘅了。我分享。拜。做咩數咗動物啊？你是 suka 成個邊啊當嘅物件㗎啦。真係 suka。哦。蝦米物件邊啊當你個特別嘅 suka 喲。上家抓是斯卡是善堂。斯人邊，band 我 band 做阿 John， 你唔使嚇得罪掉489啊，都係日程單係惡啊。而家你個安尼直排了。你啊，那是叫自己叫我叫善堂來啊，我好你個你個皮康老會啊。嚟啊！我同你講，我細個的包我就 strong 嘅，我同你講，我去小我去辣大時啊，我活路個十倍路啊，未進出我同你講。叫男仔做 area。是。Then 我把這看到，即係489入邊就諗未進入去嘅。這是主要先嚟聽眾就嚟變叫做嚟講489講啲邪角所咪猜到你啦，唔問講善堂。有時見到是suka看即係那 reptile 物件，個善堂那物件，然後你變做suka 邪氣啦，是這樣子。
then 有時我較 suka 是睇伊個 non-fiction 嘅冊，如果我本想喎，我本想。如果我睇伊個故事冊啊，我是袂 unless 伊是講甲鬼故事，then 我有對哦。所以我是有買個。我來了哦 ，sorry。True Singapore Ghost Story。แล้วรู้ตองกิมเนี่ยตองกิมก็สกัดความไม่แฉะ當今較少了，較濟是即個鬼故事。鬼故事 ，OK。鬼故事即係是伊個日本嘅漫畫咯，較濟。哦，福建話叫能家。冇啦。แล้วรู้ถัดแฉสิรู้บทจังก็บุญเตล่าถัดแฉจังก็บุษก็สังว่านักขันควาแฉบุญเต那是講故事冊我都有，我上加有時有睇，then有時無明白和伊個 story 和故事發生按照講 happen 啊發生咩事？你講咩？發生咩事？Cantonese。Berarti walang promote kali ya wah. Sigang正是 promote 邊啲較勁一隻。上個月嗰時發生蝦米事啊 ？then 我都 backtrack repeat 都對他 repeat 啊，都對他。我當時咩咧？我成個 Harry Potter 嘅時候，我直接冰佢讀嘅一道 Harry Potter。Harry Potter 冇食有嘅了，特別我讀博士。磨盤係 Harry Potter 叫，我叫。磨盤哦。我未見咩磨盤，定當啦，我就聽成叫磨盤嘅嘛。冇啦，新加坡嘅學嘅話是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安尼講我較 suka 睇encyclopedia，我無安尼 suka 睇故事冊哦。我本想我係成個 information 咯，因為你成個 info 咪叫你我感覺到我腦是啥，依卡 bite size 啊，依卡成個紅菇一塊呢，唔是比較長貴一大塊呢。伊食地，成個我家隻較細地，變長貴個大地。特別當今無隻菇無隻，我係咪乜捱啊？了，特別sorry，你講。特別當今我哋若是講故事咧，我是suka睇人嘅故事 real life story 咯，成個 biography 呢。睇過paddling around the peninsula 無？伊是講自。我係 biography， 我是睇佢冇明星，我冇見過，我淨係睇佢明星嘅。哦，意思咩咧？celebrity 八卦雜誌。八卦雜誌。所以伊是講一個查某，伊是人結大人 from 人教會，伊是甲伊個朋友。塔 bicycle 是卡車線啊，卡車 round whole peninsula 什麼南中啊？什麼南中？伊 round 是什麼南中？是幾個點點？那是我冇錯。是幾節啊？哇！我刪了。你好，我想到，我大家車是佢什麼當中，我自己不想會知啊，我真。你看到伊停步上會 then explore then 伊度就是平時伊個 continue 塔travel 那過幾個什麼當中馬來西亞。什麼當中人叫？我叫咩？賓都，但我唔知得叫。我唔知得叫，我是叫佢做賓都啦，我唔知得叫。
我冇聽過人講嘅。關島哦，關島，關島啊，關島關島。關字咩？我是咁叫啦，我唔知別人咁叫。特別好，特別你得有你字，成個那個有你叫大嘛是叫大，你叫大嘛是叫大，上隻字。對，冇上所在又冇上音啊。半島กับ半島，半島啊，半島。半島啊，你伊講嘅有想講上這本冊嘅故事。哦，係咪啊？The Unlikely Pilgrimage of Harold Fry。你講係咩咧？這本冊就意思，伊是英國人寫嘅。伊講有一個uncle，伊古早做工廠有一個查某就 cancer 為死嘅，所以伊寫批互伊，甲伊講了，伊看到迄個批過後，伊一路行去找迄個查某就。特別咧吼，伊是住佇，我會記是住佇北方嘅，後來查某是住佇南方嘅英國，所以伊是佇北方會行路，行到去南方會去找伊，所以伊想都無想，伊就使行就，所以伊就無停落來咯。伊去到倒落位，伊就大倒落位，後來大啲天這邊隔了，伊就去把就無上人咯，所以一條路直行到尾，伊找迄個查某，伊佢哋經驗伊經驗來，伊就是講，冇，我意思，伊是行咯，伊是行咯，一個個。即你是唔是叫 stalking 咩？特別基本上都有意思咯 ，Rachel Joyce 寫嘅，我開始解。伊若是無好看就是 stalking 咯，好看就是我諗伊咯。小妹你人哦，你佢真係咁悲慘啊！我是㗎咯，我同我講啦，我是個比賽嘅比賽嘅。我個動機本事，我喺韓國去車店去開人嘅時啦。但我想咯，我嘛就我去車店，我冇去看車，去比賽。我會記，我未諗看車店啊，馬來西亞得一位車店攏常常去嘅。Popular One 馬嚟嘅 Popular One U， 就是阿媽老丁，我會記。阿媽我是當幹嘛老丁？哦，丹麥我知丹麥。唔是布奧迪骨一定咩？丹麥布奧迪骨同一定我去嘅，我去。你講嘅一件是被迄個活動車哦。活動車哈。嗰一件 dentist 嘅是 clinic 嘅邊啊，攞咗。係你 Rafi 啊，並啦，切咧。定到嚟記我 computer knowledge 是到係你定到一件 computer 點叫做 pineapple 啊，大家並。pineapple 咁乜所以嘛做一件。我是啊，定到真正炒我係你大是 pineapple， 我個 online 伊嘅牌是唔是上個嗰啲 apple 嚟食嘅，特別是 pineapple 嚟，是唔是？我未記喎，我冇咩。嗰啲蘋果，嗰啲 apple 啊，伊唔是白色嘅蘋果嚟嘛，伊是 rainbow colour 嘅蘋果嘅嘛。我唔記啊 ，I don't think so 啦。是。唔知啦，啲咁樣啦。Pulau Tiga is king ah. Asyik brown shell. 唔知啊。Pulau Tiga is king ah. Ada gua 話這是19台要電嘅話，我係是tapi anyway 下邊丹麥我最近冇得去嘅啦，唔知個 within 過年可能我不去丹麥。最近係過年，這個最近。呢個年啲老人成日講嘅啦，老人最近就是過年症啊嘛，你冇我講定到嘅時就是30幾年症嘅咧。冇我最近話我阿咪時間你話你嗰去過就嗰有過，我去我教位朋友啊，應該未到嘅，應該有等車，應該未到嘅。伊邊學等嘅 textbook 啫，係啦，咪講特登你話佢邊 textbook 嘅嘛？嚇，伊邊到嘅，等嘅翻咪嗰陣時，伊係邊嘅？啊，嗰陣時伊考嘅嘛。lu有時我佢 speech day 是講到攤 prize 佢係佢邊嘅嘛。speech day 啊，對，夾 voucher 就啊，夾 voucher 是佢嘅。誒，我嗰時候都就咪見咧紅險。我時候掉攞嚟記得讀冊店先嘅時候，有一節是叫做被冊節 book fair。Yes。書展。啊，書展。啊，冊店。書展。
赤點，成日講咱展覽會是叫做展覽會嘛，我係麻特擺講嘅展覽會，แล้วVicky แล้วแชร์展覽會咪叫赤點咯，赤點。ลอง試，我會記我自家一本冊，我特唔是一本啊，我一張嘅冊我就自家就是迄個好多菜迄個鼻菇鼻雞。鼻菇，鼻菇，成日去買咧 sell the cow 那樣鼻菇，白烤，鼻菇啊，鼻菇，菜米魚啊，鼻菇啊，鼻菇啊是鼻菇，是叫做鼻菇。鼻菇啦，鼻菇，嚇，你去鼻菇都知哦，怪臭，你鼻菇個湯，反正話就好聽嘅嘛，菜鼻菇嚇，反正話菜鼻菇啊，得個得機，咱無人講得個得機，咱無人，阿明講攏係個混合字嚟咩？啊，得個機啊！你家幾時學嘅話嚟？你家幾時學嘅話嚟？你家幾？我菜鼻菇是菜鼻菇菜鼻菇是，嚇我世界一隻細本嘅咧就一個扮演唔知個筆啊！一細本咧嚇，一特一字邊講下你聽一鼻菇，然之後咧你編過來就是嘢answer都啲啊會，我係記哦。啊！點講咧？小小人咧，我唔食小人。特別好，我個鼻太對人字嘅喎，我個鼻我有垃圾啦。我講聽我係 dyslexia 還是我係 ADD 我唔知。我讀冊是較konkr讀嘅是對人字，過阿毛字，還是 letter 嘅有成個有 letter alphabet 嘅字啦，較硬讀過看對人字接是了。他咪數啊，然後這邊數我係攀 B7 啦，我 Mandarin 就是因為我那數，我讀一下，我因為我睇到一字呢字嘅形，我就看伊個接落來嘅字就成得十嚇，我真 confuse 我睇㗎，我險被搬去換燈嘅，because 我講白講我未睇燈啦。而家這人 secondary school 咪是冇讀到人嘅。係啦，好嘅就我冇話，我險去變成 free school 啊，死死啊！做咩事？變 free school 人，有少少咩抓蛇咩 ？Sorry 啊，變 free school 人。阿 John， 我唔知你係 survive。阿 John 變 survive 咩？因為他媽嘅打波。佢打波是幾真啊？佢邊講咪就係 cool 嘅。他咪數波嘅神聖表實咗。哦，神聖表實有本啊。會咧，依我都冇上到 location 嚟㗎咯。你係八，我係八㗎。就係 queen 㗎。我係八㗎，我係馬。我是講我當啲合併唔就係 survival 呀，去入邊。你八屆協會嘛嚇？係啦。我八屆協會嘛，對人車。我就協會嘛，所以我把你八嘛。哦嚇，你八咩？你真啊！我把你八，我一嚟制你八，但我冇八二啦，夠八路過我個八二。因為我是協會小歐嘅。哦，對，協會係咧協會仲我是雜波嘅了呢。係咩？要嘅對呢咯，雜波嘅了。誒，咱正冇協會嘅咩？協會雜波冇咩？你阿爹你攞嚟普吉邊唔知？哦 ，OK。普吉邊使咩燈？冰華。電話。哦，咁樣上。冇，一個是冰嘟，一個是中嘟。哦，這冰華，這中華啊！嗱，你咪食嘟華咯。嗱，你咪食嘟華咯。咁樣半個影，我係食普吉邊，嗱你食嘟華係聲。咁樣計成啲華啊！你我俾講咩下？嗰隻行，嗰係俾斜咧菜味菇，แล้วก็有一行嗬，唔是嗰隻行，嗰一位我去買斜，就我會記得我腦裏面咧就是即刻鬧啦，老人講老故事哈。
跟人家反身就啦。叫就啦，我講嘅。ก็อีกูทีโก้佢จะเป็น有啲กูทีกู個。有時有好聊啊嘛。其他細細點。我頂一刀對邊頂時止啊！而家舊年我對邊頂我負責我整一年我見講一邊我在邊頂我等佢俾落本冊真奇怪，我見俾 Sejarah。Sejarah 嘅 Sejarah 嘅冊，係 textbook 啊，放快嗰隻嚇，因為咱係其實啦，咱人嘅雲南嘅 Sejarah 嘅冊啊，寫得真好嘅就，一時幾篇是故事嚟咯，一時 novel 嚟 ，novel 啊，fiction。一時 novel 嚟，即係咱嘅 novel 寫得真好嘅就。我要聽即係博琴啲就乜講就啦，曬講未？就我講你 uncle 以前好聊嘅，錄每一係咪有係咪 plotline 啊？講我屬嘅一本冊，要隨一本愛上嘅款嘅啊，嚇，伊會隨落嚟嘅。伊係你 uncle 唔製作歸納情冊嘅。哦。他故事比較緊咗，一本是一冊安尼亂，一個會記一冊係都錄嘢咗。一個會記到一。伊會記講係一本字你都一格伊會記嘅咗。伊當叫攞勁點樣就大家講得出聲嘅咧，伊冊。哈咪物件是 Sejarah。History。你唔是邊咧？你頭冇等下都唔知 Sejarah 書嘅。伊下個冇寫啊。我讀平話啊，你唔知啦。我讀落去就啊，然後你雲南我有樣是白，我雲南是個了是巴沙馬來語嘅。我哋做 advisor 咩？面寫雲南冊啊，面寫雲南冊啊。你老了，我是1964年生，都係。我少年嘛，64年少年嘛。所以我是真老啊！我古早時，佢85年嘅咗。你5年啊？喂，85年，64年真少年啊嘛！我是幾老啊？就大這邊。這個做車店咧，冇啊做抌料。我係有時候就會抌料嘛。呢做吊住班嚟啊！我抌料，我抌料就有件嘅咋。真係。原來都是 because 我未讀雲南冊咯，就。這叫咩？叫咩事？這叫未讀雲南冊，這叫未讀雲南冊。我可唔讀冊嘅，我兩。like 你係咪古早係咪 MCE 哦？你 Form 5嘅啊？我 SPM， 我 MCE 啊，你猜 subject 就是雲南。แล้วกับว่า father 講啊，我當年啊，我 average 啊是普通by 嚟雲南，我別。你是讀雲南冊，你是讀雲南冊啦，你是。嚇，我讀。啊，你是平讀嘅啦，啊，平讀嘅。平讀嘅。哦。讀話。冇，你嘅關係會點變咧？平讀。誒你。平。哦，你咪多10倍呢。10倍咩？啊。Because 我冇做工啦，當時嘛，我頭毛半面呢啊，我看下老人，我冇出 ，because 冇人看到我啦。做工。見咩鬼後就一人看到啦。咩鬼後就一人看到啦。誒，佢接嚟幫冇上去啊，等頭毛。我做工嘅時候，我阿公我啦，伊講我做工時候，我係咩啊 ？demeanor 是安尼講啊？嚇？demeanor 哦，款啊，我係款啊！伊特登甲朋友講，伊教因上嚟噃。做工嚟噃？嚟噃啊！後一個是伊 fall in love 嘅迄個女仔，查某囡仔啊，查某囡仔naive，you know，安尼款嘅啦。แล้ว第二個就是你 Dragon Lady， 你做工嘅啦。靈寶。啊，你學中個人 argue 嘅，debate 你啦。แล้ว第三個就是他們就買茶嘅。哇！你啱就學橋，
你誒頭晚講咩？講一半講那個 distracted 啊，潮 rasta 切點啊 rasta 嘅啊本身。潮 rasta 我俾車是去，我開始是去明白啊 ，form 6時啊，我讀 English literature 時啊，我剛未讀才能夠讀 English literature 哇，然後特別好佢讀八個 subject 啊，at least 我個 interest 得冇，然後我去你唔是鄧蘭字嘛？然後我是去找啦三杯冊咯，是往嘅 English lit 嘅冊嘅啦，佢係明俾班級嘛。然後有迄個古冊嘅筆本呢，古冊筆。有。你今日去找啦三個古冊筆。誒，差唔多，你知唔知我 form 6嘅時候，我去買找啦三杯冊時啊，我朋友嘅教我講你真係找啦三杯冊就冇被破了。哎呀，你真唔知？哎呀，我唔知喎，我 form 6先個知啊。哎呦！馬來西亞มันไอ้ที่เบี้ยปอน馬來西亞ปอนจุดกับไทยช่วยไหมปอนจุดกับไทยช่วยไหมไอ้เด้อลูกไอ้สิมาเนี่ย30 คอเย่บลูฟิล์มสิ30 คอ喂ฟิล์ม係แฉ喎วิดีโอเตะล่ะวิดีโอเตะ哈วิดีโอเตะสิ30 คอลูกขอกระป๋าแล้วลูกเห็นอีกก็เห็นลูกลุยแล้วก็เห็นว่าเป็น10 คอ唔是我愛啊買我哋都是學你知我係款式按照款啊，伊個本較濟是我無興趣看下你款嘅本嘅啦，你知啦。你知我睇啦。如果你是就無通驚，那你嘅視覺嘛是有你小看，我呢是掉了啊，睇啦，我去學等嘅事啊。我去學堂嘅時候，我有一個朋友，伊個爹做工啲馬達啊，是馬達是 vice squad 嚟，所以伊人 rate 嗱下面嘅點嘅了，搶嘅了，伊人嚟幫，了伊個爹啊，頭家對起厝，了頭邊啲伊人嘅爸母嘅房間，特別嘅爸母出時，我係朋友頭接伊個爸母嘅房間了。一本兩本啦，是 Playboy 啦、Mayfair 啦，是咩？แล้ว夾去學堂，แล้ว我接去辦事看到，咁แล้ว伊咧一聽咁แล้ว一2-3千啲後邊啲潮啲看啲潮，所以我嚟看講潮啊咩？然後講แล้ว你看啦，แล้ว我看了，哎呀，我看了我梗係冇 excited 嘅啦，哎呀，咩嘢咧？咁咪潮，看緊咧流汗，哎呀，梗係 boring 啲嘅，我看見到我就行走啦。那是我愛嘅呢，哎呦，我是做經驗你人到底出把去找啦三百個盤哇，佢最讀佢 SPM 嘅人，佢最讀佢 SPM 嘅，哇，我冇俾佢盤，你俾下面，我俾車我俾盤，人怪見啊，人俾盤你俾 sejarah。Sejarah Malaysia。一個所以嘅是含盤定唔是照盤？伊盤是含嘅盤嚟，伊唔是見照嘅盤嚟。誒冇咩？呢邊是含盤，唔是照盤。咪姑啊，我 mother 啊，baru ka start。聽啊。看咩？看盤啊！bola。完啦！你看咩？看邊咧？即係 podcast 啊，即係邊？哈。你有陣時就係教我講咩？哈。咁咩人講你自己臭話？你就我教你話，我一直諗未話。我點啲招咯，都冇睇點拜啊，夠核咯。我點招咩？我點呀夠核咯。那冇點播可能。是，誒，即係我係該食嘅啫。因為福建話嚇，一隻人嚟講嘅人啊，是 OK 頭一條你都冇有機會講福建話頭一條啦，然後第二條嚇，你俾成日講參加小家做一講潮話講潮嘅人嚇，更加少機會嘅咋。แล้วเป็นรูปเป็นในเขาเกิดตัวแต่ดินเนี่ยหลังกันแล้วก็ตัวแต่สั่งจีควันกันแล้วสิไป
真正棒無想講我特別個面嘴啊，係咪？點解我真係奇怪啦？點解我做 audio 嘅時間，人起來講臭話，講係咪唔講講得無插啊？了講做 video 嘅時。我想講未必係招人啊，梗係冇插啊！佢梗係講出嚟，梗係冇插，插。我就講咧，我咪都特別講嘅 ，that's the first thing that 你特別講。啊，對，即係諗住。講伊去看，伊講我頂住我無落去看咧，伊講做咩事人講錯話咧事。啊，是你成日講，你我記頭我講時我要做學人，拉薩特邊咧學見嘅即係人講話嘅環境啦，是上個如果你老朋友嗬。借到啲一位個別店位拍曲嘅時候，你看你感覺咋？所以你下面唔會使講嘅，你頭一條，另外一條就是講，咱到底亞洲嘅電視機啊，咁樣看你咪是下面咪講，我想成日講，哎呀，別使講嘅啦，臭啊，成個咱本來學嘅人無正常班，可能，哼，就是係啦，成個是上班不能正。特別嚇，蘇本人，你講到個臭話啦，我有一個蘇本人嘅臭話嘅故事在處理嘅度。我朋友是，伊是伊，我伊是普通只少數呢。我朋友是伊大啲德國咧，然後伊對大德國都就講，伊個都是冇咪拄到亞洲人，伊大啲金鳳鏡冇拄到亞洲人嘅。然後拄到本時間就本是中國人啦，對唔對？然後伊拄到有一個查某咯，有時。拄好啲上一間 restaurant 嚟食物件咧，拄到伊想講對方想講伊是台灣人，我就解講話咯，未講伊是邊個 Mandarin 知道啲。佢就講起就講唔是，我是馬來西亞人咧。哇！依個就另外一條講，你馬來西亞度路用我邊領嘅，我咧本是邊領嘅，迄個就我邊領嘅。頭一道對面就把你 first 5 minutes 就頭一道對面一隻爭嚟我朋友講，佢叫咩話？咁樣咩話用插話嘅喎？講古冇啦，用插話咩啦？我朋友度，抄字埋寶啦，師傅幾邊？我諗話依個，我爭咗朋友，佢用邊啲學嘅話插話咩話？佢呢個成隻錢啊！伊講就古無都在邊咧，嗱，佢見我，佢見。我冇笑一個臭話故事，真係出名啊！我人這邊啊有一個花卉啦，有看到後白鴿迄款草泥馬。了，知啦。了我係抹梅話哥，即係啲華語安怎講？我就甲伊講我媽咪，這是草。草泥馬。哇！你出面一個，然後我係看到啦，伊是澳洲人嚟，就伊講 How can you curse in front of Chinese？ 我講冇 ，it's the name of our Can you repeat？ alpaca 是係咪？草泥馬。冇啦 ，actually 唔是嘅，係你羊咧嗬，呢一隻物件唔是叫做草泥馬，是伊學中國嘅一個名做甲伊名變草泥馬去嘅，伊隻名唔是草泥馬來嘅，伊隻名是叫做羊駝。就伊是一種嘅，就伊是一種嘅禽獸來，正條隻禽獸。唔得就其實廿一咧，就你禽獸小，特別，係啦，綁草泥馬上嚟字啊。哦，特別福建話。草泥馬，伊邊係咧，伊邊故事人草泥馬邊啊。我知咩事，我知咩事叫做草泥馬哦。你樣那是叫伊個羊駝嚇，叫羊駝嚟，咁福建話白白真係有多呢佢，變成鬼子，有隻羊駝。我阿弟呢條伊唔知草泥馬係咩意思？草是 fuck 嘅意思。草泥馬是 fuck your mother。中國人錯話嚟，中國人講呢年用叫做草泥馬，伊是樣是咁叫嘅，所以唔知住住幾多嘢，一隻羊嘅小鷹，係咯，講起隻羊是草泥馬嚟，係咯，中國啲啲本個亂咯。
特別迄有一本是普及面本啊，係怎樣？面本好潮本，都去看小英啊，呢邊就好潮啦講。只係半底杯海馬聽，別說無限聽，打開嘛。我馬上吸秒。我真係講老公，我去中國嘅時啊，伊人就係講咁嘢話，叫我點啦，嚟點邊啊，還是咩啦？我未曉咧，我冇聽啦，我冇做過行，我冇插伊啦。你人啊，答名我偷話咗，特別我唔知伊名話。你惡一句，你看你講解嘅我講，我唔知名，你冇記得伊名我偷你嘛，我唔知。唉，出嚟㗎。操你媽！梗叫你呢邊。呢邊就叫嘅，你是阿伯家，平時我去 Google， 阿伯家，我有放啲嘢出入邊，有朵有陀，了你想個喇嘛，但不想啊，因為沒有半了，不加個喇嘛，喇嘛邊個尖啊？ related 啦 ，related 啊，喇嘛係比較尖對。啊，好潮嘅。真啦，咱去走去普羅去啊啦，咱佢講嘅等陣會看看，佢會講下面個等陣別人咧，這人冇講到嘛，係你赤嘅物件，我看住個。有人買 Kindle 就是人用電看電赤。我啲阿韓本看咗隻赤阿韓。我看見那隻赤，我古啲寫過 fan fiction 添。係咪 fan fiction？跌到個。Game of Thrones。哇。Court。我唔係講我 Game of Thrones fan fiction 有 cult status 嘅啊。哇！你冇個寫落去咧，你個寫落去個。我 Game of Thrones 咧，我寫未落是因為伊嘅戲甲我嘅 idea 走咧，我未曉搏，伊幫我比較執意啊。特別我講即係攤隻隻類嘢咯，都盲棒咗咯，你寫咧，不都是 financial freedom 嚟？一話特別名咧 ，copyright 嘛。成家迄個 Fifty Shades of Grey 啊，伊話伊嘅名就掉啦，掉啊 ！Fifty Shades of Grey 是 Twilight fan fiction 嚟，你知咯？嗰個是啊，我知啊，特別人唔知，嗰集 ending 會互食。我唔知，我唔知，我冇睇。呢個 day 是 fan fiction 嚟。啊哈，我呢個 day，係咪？有時跌到個寫嗰個 fan fiction 咧 ？fanfiction.net。Yes， OK。當今馬來西亞加到是查某嘅。冇啊，18%是查某嘅。啊，是啊。特別當今馬來西亞 ban 嘅 website 了。分數誒？真係 porn 嘅。哦，yeah，fan fiction 嘅 website 嚟嘅。VPN。冇啦。VPN。有 VPN 咯。真係細係真係假嘅地方嚟 fan fiction。我俾制。啊 ，sorry，finish 你講。冇啦，你看嚟咯。我俾制即係普及面勢，即係你等我想下一名是一個頭加索當嚇，講下咯。一個頭。我講。你講下你。你看冊小人機。有早時有看冊讀冊，本有。當今較濟是看 YouTube 日本嘅 study 嘛，看 YouTube 特別 study 㗎。當今看 comic 較濟啊，日本嘅。哦，漫畫，佢哋看漫畫。漫畫。OK。了我唔知，人知唔知中？我係中學嘅時啦，若是愛看迄種 like。porn 嗬是 key bringing more big。哦，嗰個 light porn 呢 ？light porn 就是成個嗰個 erotica 嚇喏。哈，對。OK。係咪30片啊？冇，看車啊。睇
哦，erotica 啦，erotica。tapi 华语 erotica 是安怎？他摸我，我摸他。有啊，我都有寫啊，有寫誒，那你叫可以啦，你叫可以你有影有興趣嘅話，有誒，你去，但是講有影有興趣啦，TT 106.com，TT106.com，特別迄個是較是，迄個是金招誒，迄個無喊誒。你講是金招誒，我同你講，會使寫到真正水嘅咯。哦。唔是講你望我望伊爾，你咪看只開門，行入來點聲，蝦米聲？外口河水一滴入來了，一切河山嘅聲，跟住行入來，切卡咱靠門，會掉嗰個。垃圾被打爛了。爭尖頭嘅聲。阿涵見人咧，阿涵係 bitch 就係 bitch 就。佢哋啊，我寫 fan fiction 嘅時候，我愛寫尊重，我愛寫迄個 corner chapter 嘅時候，好我係抹掠掉啊！哎呦，你寫下面係嘛？阿張掠掉講，阿張。我覺得係真係笨嘅喎，因為我讀冊嘅時候，我係抹 band 個日嘅話學抹 band 鐵頭電腦嘛，我就冇別嘅寫啊嘛，我就寫喺一個冊裏邊咯。然後 so happy 就一啲我係扮勁哦，我去袋咧啊，一接來啊，一敲掉啊，死啊！被抓我自己可以垮掉。被抓我自己垮掉。黐線啊！哎呦，抄鳩啊！你冇講話搞，有影舊時話係真好彈嘅咯。你特別你望棒球就你特別寫落去真好彈嘅啊！我看我讀咧 master 嗰東西，我冇寫過一個字啊！我讀咧我係 master 啲，我寫我 master thesis，我後面本冇寫啊！我寫我係 blog 嘅。正經嘅物件我冇寫喎，真係咯。哦，正經嘅物件冇寫，冇 point 是正經嘅物件嚟咩？是啊，你談到嘅 professional 咧 ，professional 咪正經咯。嗱，個學嘅話，個頭話咪寫晒 professional 啊。喂嘛，我就咱佢那裡 episode 講策劃，講策劃話題啦。我試試，我 because 我頭每成我細漢個段嚇，我係 upbringing 咪是真正較 conservative 淡薄，真特別乖乖嘅那個聽話，你可能你話爸母是真善人嘛？你真善人，你咪使驚就出去做策劃嘛，先至冇面了。你真係等人個面嘴嘛？所以我就一個咧，先實做邊啲學勁 case 講到策劃是人講，哎呦，小成日冇咩關係，你可能聽了，特別我是嗱實條講。你就是要留掉一個話啦，咱要保留一個學邊學嘅話，咱咪是特別講特別 censor，即係會使留，迄個袂使留。咱特別用個料，咱愛講嘅邊啲學嘅話，所以人聽到嗰時就愛笑得一個筆誒，咱嘅邊啲學嘅話，一定使笑。所以咱咪變做我嘅 idea 就是講，但是你做較放較開嗬，較 free 嚟講啊，較無呢，安尼鹹嚟講，較了人係咪鬼咪使講咯？就是安尼你有安啲，แล้วก็ว่าไปมือก็ทะเลสตองเนี่ยสตองความไม่แฉะ我是正是一個地讀車人。耶，咁我上。我特登為嘛講哦，今日嚟讀咧，我也是就係是細寫車開咧，嗬，無夠3秒你困啊，你成1、2、3也扯起來，我是困掉嘢。咁我上喎。你睇我就直到啊，到底只夾到車嚇，到底名稱嘅就車嚟啊嚇，啊個接唔去踏隻個困，佢嚟踏咧就起車起嚟 blur 個啦，唔知個踏邊物件。誒特別你平時看車咧看小嘅咧？我看紅公鴨車。啊，下面紅公鴨車。買咧話，嗰陣時我咪是問㗎咯。我冇看字本咧，我只看英文。哦，係我會看，你我會看，我講得上。
陣間你咪看你老夫子小叮當咪看？就是看咧。啊，兒童樂園，特別無啦，你小細漢，你兒童樂園，兒童樂園，我係試到有啦。兒童樂園我是講兒童樂園伊有食。都有誒，這本冊。嚇有啩？這裡我冇講啊。阿隻先講咩？兒童樂園是唔是？世界嘅，對，世界係嘅。我哋特別我講聽，我哋世界係咩？同樂園就是伊後尾一邊要袋，伊無想談 prices，嗰啲要談你哋獎品嘅。後我哋世界一邊，特別就來了，就向後尾一邊先看，伊獎品就少嘅。兒童樂園有食嘅，你特別後尾接起啊，有一個假票嘛，叫做哎呀唔知叫咩啊？伊字嘅咧話咁薄呢，咧變就薄食嘅，抓成日你就唔抓呢。薄薄嘅，糊糊嘅。咧啷暑假，但我講到斜啷個啦人，啷暑假 hard cover 還是 paperback？嗰時候話福建話就講。定嘅。定配。定嘅邊啊？定赤配，定嘅是女赤配。定配嗰是女配，伊定配嗰是女配。我講定配。定配。特別女配嘅好嚴，定配嘅女配嘅。誒，有人讀冊無？嚇，但定配嘅好少。無字嘅格仔哦。啊，有，未使開頭。我冇嘅。未使字嘅。我唔俾晒嘅，我請咗定配都擺啲嘅時間鋪款。是咯，就是定配嘅定配佢佢未接嘛，伊嘅格只。你小小尺啦。我冇開嘅咧大，我開咁。哦，佢淡薄嘅，伊嘛數門啊，所以介紹先，特別安尼佢淡薄，卡未使佢更加，佢淡薄都知係咩咧？你看，我細漢嘅時啊，我買迄個大本嘅《Lord of the Rings》啊，互我讀噶，伊個格只是脆起啊，伊走起來嘅。誒，你使去走啦沙叫佢甜嘅啊，唔是走啦沙講到甜嘅赤。哦是啊。啊。你話用 book stand 冇？我讀冊先我用 book stand 咯。但係我家己一人帶嘛，我食飯時我愛讀冊，我係安尼看俾我讀。哇，好了。你等，我個看到伊後背邊咧福建嘅扎，咁佢哋到底後背。哇！你目珠怎樣來哦？誒，我目珠來時我未讀冊，是講我目珠怎來嘅？我目珠怎來？我做工，我當時我翕物件 video 物件，我特別成 scrutinize 我係規 frame 嘅嘛，有時看到正下面物件無好勢嚇，所以看到嘅人就講：哎呦，你目珠咁來呢？你後面看到靠住哇，咩物件？走未貴，誒，特別好亂讀冊，安尼濟啦。如果拉薩掉，如若是講我係讀冊人，有可能我會被看電冊較濟，因為我拉薩我冊只定位喎，我有拉薩呢。但所以我當時望時去照冊，我拉薩講我買少嘅，我照到 library 啊，新加坡阿三拉薩咩？阿三拉薩。我是 library 冊，若是講我真 suka 迄個冊，我買。แล้ว就是大家去見咯，買啊是收了未使看。哦，就是但我是要講有人是買定皮來收，買女皮來看。特別係有隻衰，特別成 release 定皮成嘅嚇，你冇。係啊，我冇買定皮。because แล้ว是愛看類嘅嘛。哎呦，所以買แล้ว是迄個 collectors 啊。First edition lui看了啊，แล้วlu baru ka publish lui soft cover tadi lui cost 特別看到迄個心情對啦。啊，誒我講聽下我新嘅來頂咗一邊，就看下山咯。咋頂過節開背呢？我小英我邊。我扎一個 shadow， 我會adjust 會一隻啊。我未看我在我 studio set up 嘅時候，去
邊啲福建Instagram 咪對，邊啲福建隨邊啲福建到 Instagram 咪對一對啊。特別下用電嘅車啊，有一個好時啊，拍車免學累。係咪免學累？你嘅要睇 torrent。喲，你梗係死啊咯！你怪啦，咪是咪試車啊？你再講無累彈，你是 torrent 你車嘛？冇啦，學生無累，當其他累啦嘛俾車咯。特別你 local library， 你到 Australia 嘛係你 library 依單度學你 ebook 本咧，你咪係 torrent 咧。我嘅 library 嘅 ebook 啊，ebook 呢啲多落我都唔制啊，咪講。你咩變靚 digital library 冇睇 download 啲人game，OK？安怎去check？安怎去 library？ 安怎講學嘅話是叫做check 館？圖書館嚇？圖書館嚇？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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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館？對，圖成個畫多嚇。圖書館啊！圖書館嗎？圖書館是圖書館啊！你去圖書館借冊啦，愛借你伊個電冊安怎借？借？一隻有 library 嘅 website 啊嘛，好似 library website。你計 download 落去。嚇，都係你嘅 library card 嘅 number，一都是喺邊。看 search 你 catalog 有係咪 ebook？你安怎 download？有 software app 啊？你嘅圖書館入面有家己嘅 app 嚇？伊有 like 隻 Kindle 嘅 app，like interface 啦 ，like Kindle or like iBooks interface。哦，你直頭用 iBook 會 connect 去你嘅圖書館嘅 account 啊？哦，我唔知喎。你就去你嘅圖書館嘅 website 看安怎做。哦。特別以後你看，你like 你 download 啦，成假使講你使照3禮拜是2禮拜，你只貴啊，你別看啊。嚇，唔貴照你，我是講冇咧。成個 Netflix 攞你 download 嚟 expire 咯。呢冊就我嗰啲讀 master 嘅時，我真濟 report 啊，迄款 study 啊，有 DRM 嘅嘛，成個你照你看爾，你袂使照一禮拜2禮拜爾。我咧就 download 一個 software，甲伊拍伊個 DRM 出來。呢個就歹咗就叫，呢個就歹死。我哋點解學佢就掉呀？我伊是真有類嘅啦。伊是一個 doctor 啦，伊有5個 clinic 咗，所以伊唔是無類嘅。特別伊是開款啦，我是去 library， 特別伊是去 Kindle 啦，唔知伊安怎伊轉伊個日誌伊個電腦啊，然後伊唔知10年啊，伊達到看伊 check 啦是 free 嘅。特別 Kindle 嘅冊辦椅哦，就是我撳俾。對，伊做你辦椅嚟講，你變做你咪那坎坷去找辦法去講。對，伊想法點樣？伊講啦，伊嗰時成個話看啦，伊若是暑假伊買來燒啦，咧伊講啊，若是阿個人啊 ，OK， 伊看到哈利路亞，伊講有陣正濟冊啊，你讀了你講哎呀，這個冊安尼抄安尼無一過，咧伊講若是講正，伊感覺哈個冊是好啊，哈個人啊，寫了呀應該趁鐳啊，伊就去買。意思安呀，是啊。上個 Salman Rushdie 先嚟冊啊，就是伊直叫人嚟講 ramble，我俾你知我這本冊做咩？我只會數聲聽伊成個講話，你看，我就安尼看咯，對啦，明白啦。特別你唔使 trial run， I mean 你唔使讀幾遍啫，咩你？係啊，我撲機架啦，sorry。特別啲後背較臭。你頭整較好看喎，後尾唔好看。寫個表寫咧。讓我讀過啲安怎講下？行路嘅圖書館咯。我唔知安怎講下，望叫咩嚇？移動。唔知，我唔係講其他國家有冇啦。蘇唔是講 van 咯，蘇咧嗬，我到底蘇嘛？伊個 MRT 裏邊有圖書館嘅。
唔是 station 咋 ，MRT 裏邊嗰邊開車嚟，就是一叮開門啦，我都直接借了嘅時候，有咧 coach 啦，是有圖書館嘅，所以你使行是啲車裏邊，你啲車裏邊你使行咧車，然後借落嚟看，你有嘢你愛做嘅話咧，自己 scan barcode 搞掂數。哦，嚇，你按咗係嘅。你MRT station 有咧 MRT station 咧有 locker room 好你行車，你 scan 到啲嘢你กด嘅。像個 Dropbox 咁樣。路面對有陣時就過嚟，有陣時就過嚟人去看車，人過嚟政府。哇，爽嚟做呢樣。好咯。我同你講，點咪你先未驚咯，人嘅車冇跌㗎啦嘢。係咯。好啊，頭㗎你。嗰時候冇家事嘅，人係好碌用嘅 facility 啊，人係 cannot have good things，就 cannot have nice things 咯。我人即邊講做人係啲伊人嘅厝外邊啊，伊一個像一個A little library。呀，你看了你行，我當我買了嘅冊啊，嚇我都唔驚去下邊，我去嗰啲我看到你冊我暑假我本驚，可能。啊。呢個人佢哋 concept 嚟咋，嚟出嚟，黐住你只嘅識經嘅處。要隻妹，伊妹你看到嚟記咧，就行下呢，佢也看下。你特別暑假看車嘅社會，而家做到咯。咱馬來西亞社會，咱就冇愛看車。咱人講看車，代表唔講個確本嘢。我講錯啊！我帶你轉嚟點？我冇事做，我嘛是去你轉嘅library，伊冊個老是假，伊係我就。แล้วก็เลยจีนก็ดูไอ้ไอแลนด์นั่งอยู่ว่ามันจะร้องที่แก่เลยแค่ละคนไอแลนด์มันทำมีแก่เขาเนาะอีกแล้วโซ่หมุยไม่ต้องไปแก่โซ่เสียแล้วว่ามันสิเสียจะเลยคอมเมนต์ที่ไกด์กล้องเนาะดูจะเลยไลบรารีหออันในตัวอันในซองจิกไว้เลยเต่าอีกันแล้วโผล่กันแล้วแต่บีเลยแฉะลูกยางหลังเท่าเทียเลยโซ่เลยแฉะในโซ่เลยแล้วลูกพี่ไกด์แก่โซ่สิ是咯，我是感覺伊是做寬嘅，伊唔是正愛互你，伊唔是正愛互你 enjoy 是講咩？享受，伊唔是愛互你享受，伊是愛做寬，成個伊正爽嘅咁樣，實在是。借到落嚟。I think 伊 cruise line 是唔知是 which 我未記得一個 cruise line 唔知是 Norwegian 還是 Princess Dot。啊，做水呢。呀，特別唔是隔了船是安尼款啦 ，because 我捌去過，迄個上個 cruise line 呢，特別是另外一隻船，伊有影有冊，就是有 that's why 我去看了有冊，唔是好看啦，了看了嘛行到對咯，了我就是去咧第二道嘅時，上 cruise line 我去嘅時，伊就是假嘅啊。伊假出來嚇，佢假係冇 serial 嘅。係多嘅，我真奇怪，安怎有你數有你無數，然後我 OK 我去看你無數，我睇你無數一開出來是 cardboard 嚟成啊，人哋迄個亞視啊，人係假電視機假嘅啊，你只看成真正水咗，特別你只開來是你只夾出來是 cardboard 嚟。抓包啊，夾包。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最主要冇講到佢就要幫唱講車物件，我差唔多俾我咁整啊。我係講下你轉嘅車。嚇嚟。都係叫下姑，就係係你轉有 Logos Hop。Logos Hop。啊 ，Logos。Lulos 啊 ，Lulos 嚟轉，你使去俾車。呀，我不去。嗰邊你講開我唔知喎。這是 after 嘅年代啊！呀，伊無特特年來，那是啊，真濟人話你咁半驚，真坎坷買車嘛。แล้ว這個 organisation 啊，我去是 because I support 這個議會和別人看車咯。所以伊嘅車啊，伊裏邊伊車是4年都睇，แล้ว伊轉啊，伊去成伊直轉，伊去轉每愛去成得我哋有啊，人家坎坷買，坎坷有，因為可能機會讀冊啦。แล้ว伊是這個機會，互你去看買，แล้ว伊嘅冊裏邊。
，so 我人去是 because 古早啦，我人細漢時啊，唔是講特別嚟位啊有圖書館嘛，了貴嘛，有嚟人買起，所以我就是叫我人去買 ，because 我人愛可以賺你鐳咯。哦，明白，所以賺到嘅鐳時間嚟鬥下手，係你冇機會睇才能賺。即睇看就係。is almost 像個 non-charity， is 像 charitable 啊，可能就。OK。誒，係 Christian 嘅 organisation 嚟。哦，是啊。叫咩名？我別。一段是叫 Doulos DOULOS 啊。有特別 company 是叫 Lagos 係咪？哦，呀。而家個嚟邊嘅late 90s 時呀，我去。要寫到國考個 Muslim 未使接。哦 ，because 要紅教車數，要 Bible 嘅數多啲嘢轉，嚟到睇俾 Bible 啦，都 Muslim 未使接。但係前一 song is like 我見到佢啊 ，check 個了 ，like unique experience 啦。哦，嗰啲去轉啊 ，is like 個轉嚟咯。出面本來你 idea 你，一做成個即係成個邊啲學嘅人啦，一做好留咗嚇，留來啊，是咪變thành講學嘅話看呐，一時頭路成個留叫傻起去轉咧，就變做成課程看咯。啊，路攤比車我俾就半落半嘅，you know。But I mean the experience is fun 啦，you know。我把看到我係小影呢，我正係條小影啊，我係到底係咧邊啲會係咪按舊影嘅小影啦？然後伊嘅頂面是寫做藏書閣，藏書閣係咩意思？係咪意思？小車嗰隻咯，小車樓咯。哎呀，撲劍啊！哎呦，等陣。喲，等陣我講撲劍啊 ，Siri answer 我喎，講 Good morning， 你講 Good morning，OK， 我 iPad，OK， 我諗看一個，嗱，你看掉啫，啊咩？哦，有睇。倉書閣，倉書閣，閣係咩意思啊？閣是咧房間咯，較大房間，一人邊頂嗰啲六樓唔是有一間嗰啲餐館啊，嗰啲菜館。歡啊咩嘅啊咩？歡中嘅。歡中嘅。歡中嘅嗰啲歡中閣啊，我唔知喎，歡中閣叫咩啊？嘅是閣啊，是嘅嘛？特別唔是迄個嘅啊。新疆嘅人啊，新疆嘅人了啊！我被再看人，哎呦，安怎我 iPad 冚去 ？OK，我被再看人冇鬼告訴講啊，現在差唔多鬼告訴。小動物。哎呦，笑 ，OK， 看大啊。小動就係鬼告訴，小動，我負責講一句，我是幾有關係。我負責講一句，我是幾有關係，我冇你個小氣掉。OK， 當見來我被開起來，我係一個，我嘅介紹讓你邊啲學嘅人聽咗個了，唔知有走去啊冇啦。OK，當見就是人介紹人嘅新疆嚟參加咯，就是阿三laksa 話感謝，แล้วก็ผู้กิบินซอตองกา哎呀，知等又未記開咯嘅，嚇ผู้กิบิน不阿三laksa 啦。ซอตองกายาผักขาวแล้วต่อมาเจ้าขี่บ่เจ้าขี่ก็คำแล้วโลคา193我ไอ้名等我就話โลคา194โลคา194我講到一尺喎伊是學台灣話嘅人啊，伊見咩過後啊，伊應該變人強嘅。誒，未喎，我是未啦，我八十人我也無學到變人嘅強啦。我唔係講路了，我講條路我就激氣啊咋。條路就激氣啦，你個開喙咋？人講人哋俾人開喙咋？而家就加工嘛，加工嘛。豆哥，好路人講。豆哥。你先啊，我時間就好啦喂。豆哥冇想，
到嗰時以為你學講一講嘅學緊話嘛，你只見啲學掉台灣話時候，你聽邊啲學緊咧，就變咗外語，變咗邊啲學緊嘅外語。誒，你學對嚟話，你自己講嘅話是冇像嘅，你是掉咧嘛，豆嘅。是啦，我講講話有淡薄變靚橋啊，淡薄呀，特別係我講我係媽講話無安尼，我無安尼款講嘅咧，真係冇像嘅咧。你講未橋，教你媽講時。係啦，講未橋。我係 KL 參吉打橋啊。哦，吉打橋是變靚橋係嘛？無安尼準嘛 ，apparently。你就係嘢，冇啦，你影響到你淡薄調照橋。加功夫橋參，因為我是 KL 人。我聽劇話聽咧，成日調照噶劇話嗬，那時咧你會曉福建話，你會曉Mandarin 啊，加功夫話你 naturally 會曉嘅。我劇話本會曉聽啊，我一擺去中國啊，有一個 tour 嘅 friend 啊。伊人講劇話，講做咩同我明嘅？你後面話我係咪講劇話咯？哦，我記晒啊。但係要參掉，明。特別都會用到一字啦，有啲字就清茶，就奧利度啊。你記下咩？你俾記下咩字嚟講奧利度？係咪？奧利度是咩？奧利度是老西啊。就是老西。奧利度啊。我呢度嘅嘛，你就有例子啊，講扮卡卡我係成日講咩啊落水啦，搞蠢地落水毛病，是毛病我知，我曉一粒字了，因為是劇人。我會曉講一句啊，捱係阿閒，捱唔係客家妹。唔是。我上識啊，我是阿閒，我唔是客家人，是唔是？啊，對。劇人啊。因為我俾學人講 guess 佢，學我係劇話。然後講就係佢嗱都學人講猜佢。你講白字咧，使做一出講得講劇話哦。เราเกาแค่นั่นเราวันนี้จีนเราต้องแค่ว่า我講 by the way 迄個普吉邊裏邊有一條是你講係是咩話咧嚇？客頭迄個是新年話。台山。你普吉涼啊？台山。一直是會曉講嘅人係。台年啊？係咪？其實泰山，我發現到講，伊是 mix of 客家噶，係 Cantonese 劇話噶功夫話。而家先年人 ，I think 怪像啦，怪像。不幾靚啊！不幾靚。你使不幾靚，會使講你不幾靚，會使不幾水未使啊？你講涼 ，anyway，OK， 但我嗰陣我冇看到你 chat room 裏面講Sundoku The Art of Buying Book 啊對咯，佢哋是日本字嘅，咪是 book holder 咯 ，book holding。The Art of Buying Books and Never Reading Them。嗱，我即係卡隻閃牌，學卡隻閃。OK， 你睇佢喺本冊。然後一個是特別係你只你順到古啦，咪是被看到，人哋一特別讀一冊啊，一個條。伊那是不理是。別啊無讀，咪是唔知講入面講咩。一直要聽 podcast 咯。嚇，特別聽 podcast。但係聽 podcast 係都學咗。一隻 ebook。冇唔是迄個audiobook，誒，我俾講 audiobook 啦，學講完就講，那個 ebook 是電車啦，係咪？電車嚇？聲車咯，聲車 ，OK， 聲車。
OK，好，咱就是安尼看咯，是咱福建话吼，即一人啊，无家己用咱福建的字来讲，咱家己变出来本好吼，变做无人讲哦。变咱福建的这podcast是咱家己的嘛，咱家己做头家，咱爱讲字白话咩使 ？OK， 感謝講就先啫。咱今日我哋特別嘉賓講過新椒，就是椰殼頭、蘇當、阿三lak沙加194。low卡194。我每日low卡，只能佢就得我去鋪攞啫，我去香港啫，low卡來每日啫，low卡，我咪每日你聽幾集㗎啦？你開你 camera 啫，咱冇放會啫。你聽淡仔幾當多點鐘啊拍曲啊，你會聽會明白哦，你聽咧會知話人講下面啊夾幾巴仙，你聽咧會明白。可能70%。70%，哇，未歹啊！未歹啊！未歹。了，你有聽到蝦米字？成日講，你聽，唔捌聽過哦，同我人講。特別如果知，你阿夾猜到伊意思。唔捌聽過，攏袂記啊。敢若唔捌聽過就，敢若袂記咧。真係台灣攏袂記了。了你家己講啦，你家己你家己講嘅話，你本身家己嘅話是講咩話咧？到香港講好話。講好話。講好話了，你有讀即個大呢叫咩啊 ？Mandarin 華語嘛有。華語啦 ，OK。了，特別是用廣府話讀人車。用廣府話讀人車，伊成日對等我們的天主。我們的天主，我們的天主。我愛去睡覺，睡得很甜。睡覺。我咪食水餃妹，我咪食水餃。我嘅未叫你講咩物件？什麼東西？你嘅人不要講廣話咩？不要講廣府話咩？我講華菜喎。八九這路卡都開啲 camera 啫，แล้ว小管咧ทำไม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佢就หุ่นแล้วรู้聽係掉70%啊，แล้วรู้ป่ะ成日講我人講話是上快聽唔明掉，是你對咩對掉啦？我人講話阿格是猜啊。แล้วรู้聽到當然學到，即係你話你個頭一擺來呢嚇，你話聽過邊啲學嘅呢節目嘅？敢若聽過講福建話運動嘅。嗰邊呢？我就是要再講你學到成日講，敢若是邊啲福建話嘅字哦。我哋係咪？特別我同你講，哇！你咧，人哋講福建話運動啊，你 video 錄音講福建話，因近了是話講嘅嘛。係了，放起去咧啊，下口就講咩？就有人去算講，哎呀，這條講福建話都無正嘅，佢講百度，佢講特別。係了，我就用到啲家己嘅身份，我冇用佢哋 campaign 嘅錄音，我有家己錄音，我講話。因為伊講嘅是邊啲福建話嚟嘛，我就會答到啲人。你講往時邊啲福建話，按照過來人算話講，哎呀，人講特別，講百度，講特別，冇人冇正。其實有隻字邊啲福建人啊，本是想講人背保留人嘅福建話，伊特別用甲成個中國安尼轉嘅，甲是。你睇唔掉嘅咯，特別人是家己險家己，人是家己險家己。你我講，我不知要做一集要講新加坡啦。我被講過隔兩物件新加坡嘅物件 ，yes， 真成。在美人遐。我講伊是新加坡人咩？伊是新加坡人咩？伊是林裝是新加坡人，裝。呢隻叫八九集。嚇對，我是八九。我係馬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我講新加坡好嘅一部上面。新加坡嘅人係伊樣部成日講。唔是講隔了啦，我是看到咱 generally speaking 啊，即係人成日講咱嘅基本啦，你唔捌去看咧邊人 promote 基本個字個新加坡 promote 基本，變咗基本變咗即個世界變咗新加坡嘅物件呀，所以伊人無想講，尤其是因為本地嘅文化，伊個風俗，係咪隔了啊？伊人會變咗成個較
變做做可以popular 做可以出名係啊，你樣特別 embrace 樣冇家己冇拉沙歹勢㗎咋，嗱只濟人本地人邊咧馬來西亞人有感覺就講，那是當人啊，哇，會學人再講我有讀冊，我特別講 English 我特別講華語啊，講華語啊，冇係哦，會講別行嘅話，特別講廣府話，較好聽，香港人啊，較有面嘛，香港明星，我家己時人福建話冇講啦。那就叫咪是死嘅了咯，係啦。咁新加坡人會聲就係新嘅字，可能叫學咯，就是因為人家講嘛，哇老誒，係咪咁啦西？咁咧咪新加坡人講嘅名嚟。是咯，哇老。同見新加坡人較。你冇寫嗰就諗住邊嚇？誒，新加坡人講嘅寫是蝦米意思？哇，上交話嚟啦。等陣，未使講冚底啊！或者講新加坡話啲事嘅嚟講就對。老闆話做 closing 就估啊，喂 closing 估啥事七八刀啊！等陣我講。感謝 OK 呢個特乜事，特乜講先之後咯，即係路卡咯。แล้วลูกค้าอยากคักแถวก้องกับจิบตาวสำลักซักกับสอดตองแล้วก็อุเหลาเจ้าอาหารคาเชียศิลปัวแกมจีซีบักเกาหาวเตี้ยวอาหลงเต่าแก่บายบายออตีตูกาก็เอ็งก๊อกเตียงอุจังเจ้าเหี่ยวหาบัว知啊，古靈知，卡薩線呢？卡薩線呢？卡薩線唔講啊，講咩啊？卡薩線 OK，拜拜。OK，拜拜，講要聽聽呢塊覺得咧是聽無成日話題 OK，感謝，拜。拜。哎呀，未見琴，等陣。